其實以前咧，我細個嘅時候都好避忌生死嘅。咁但係到其實人大咗之後，你會發覺發達未必個個會有，但係死亡一定會有咯。即係發達，我哋都成日傾啦，但係我哋好少會傾就係究竟我哋死咗之後，我哋會點樣做我哋自己殯葬咧？咁呢個我覺得聽落好似好嚴肅或者好即係好唔開心嘅事，反而對我嚟講，只不過係幾時啫嘛。咁如果我哋早少少做咗個心理準備，無論係我自己又好，或者同家人都好，咁大家有個共識嘅時候，咁可能嗰件事嚟嘅時候，亦都唔會大家太難受。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咧，我係想撒喺自己個花園入邊嘅。咁但係即係到呢一刻，我知道係暫時未得嘅。咁亦都即係知道有呢啲資訊，就係可能你可以喺海上面撒啦，或者指定嘅一啲紀念公園。咁我都會考慮呢方面咯。如果最深刻嘅葬禮都係暫時係我嫲嫲啦，因為由細睇到我大，我自己都有幅相。呢個就係我嫲嫲咯，即係我覺得如果我真係懷念佢嘅話，咁有一個手機或者有一幅相，咁我已經可以懷念到佢。我嫲嫲臨走嘅時候啦，咁佢就喺醫院嗰陣時咁啱就係 Covid， 咁就要兩個人咁去探佢。突然間收到醫院電話就話你要嚟睇一睇啦咁樣，咁就即係大概都知道可能嫲嫲差唔多係時候即係要離開啦咁樣。喺嗰個時間嗰陣時，個牧師就同我哋講你呢個時候咧要同佢即係要多謝佢。牧師講完話即係我哋要做呢啲嘢嘅時候咧，咁啊點知原來入到去咧，嫲嫲已經走咗啦。即係嗰刻其實都幾難受嘅，即係好似睇唔到佢最後一面咁。但係同時間喺度諗就係，其實如果我之前對佢一路都係好嘅話，咁其實又即係嗰刻唔係最重要咯。咁到佢真係葬禮嘅時候，其實我自己就反而覺得，即係嗰種痛苦係幾辛苦嘅。咁跟住做完破地獄之後，跟住即係望到佢一個好冰冷嘅身軀，其實即係你問我係有啲唔好受嘅。即係我自己都好希望就係即係做到就係我要係及時，係及時嘅意思就係即係頭先，譬如我同佢睇我同佢嘅相嘅時候。即係我好感受到嗰刻大家都好開心啊，甚至乎即係我哋有好多美好嘅時光，咁所以即係希望即係大家可以做到呢樣嘢，就係做到唔好到即係要講殯葬嘅時候先去到究竟要做啲咩形式，反而即係之前如果早啲同佢去傾多啲偈啊，甚至乎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嘅，即係講下如果你將來你想點樣過啊，咁其實可能更加重要啊。喺我接觸嘅老人家啦，如果一啲比較年輕，相對係開放去談生死，可能佢覺得我而家仲有能力可以為自己做準備喎。但係咧，譬如可能係晚期病患者，往往佢哋因為嗰種嘅不捨同埋擔心咧，令到佢哋可能會較少去傾生死。咁但係咧，我見到呢10幾年咧，其實係越嚟越多人願意去接觸殯葬呢一個嘅話題啦，甚至乎對後事或者係綠色殯葬咧多咗認識。喺呢個登記名冊方面咧，其實最大嘅困難就係未必好多長者知道要登記，可能佢諗住我將個意願講俾屋企人聽，佢知道咪得咯咁。所以如果佢係從諗去到講，再去到寫低，甚至乎用行動去表達佢自己嘅意願咧，相信就會令到佢嗰個心意可以得到圓滿啦。隨住年紀大啦，咁開始諗即係應該要為自己嘅以後嘅身後事去諗啦。咁同埋見到有好多同輩啦，或者係離世啦，咁佢哋即係帶俾屋企人咧好多繁瑣嘅事，咁所以導致我去了解綠色殯葬。綠色殯葬咧早好多年我都認識到㗎啦，因為我以前做義工咧，成日都去行會展，喺會展嗰度咧就有東華三院啊，好多做綠色殯葬推廣嗰啲地方咯，見到。綠色殯葬呢個觀念咧，係喺好早嘅時候咧，我都係有咁嘅想法嘅。而家上網嘅資訊都好多嘅，我對於佢咧係認識係比較深啲嘅，唔係好陌生嘅。
色殯葬咧，我就會選擇花園嘅。點解咧？因為我係中意植物啦。不過我亦都唔介意有其他人幫我選擇海上，因為我覺得海咧係俾人一個遼闊嘅感覺，好自由，同埋海裏邊有好多生物啦，咁樣即係亦都表示我嘅生命咧係可以延續同埋循環咯。我就中意灑落花園嘅，我啲仔女咧都好中意綠色殯葬呢回事嘅。咁但係我就好少話專程用一個時間去同佢哋傾講，不過有陣時咧，大家食飯啊、飲茶嗰陣時就提起過點樣做咯。我相信對於年輕嘅一代嚟講咧，我哋點樣去尊重先人嗰個遺願，譬如佢選擇咗綠色殯葬，後人咧係應該係遵從佢嘅意思咧去辦理。我都參加過2次綠色殯葬，即係朋友嘅綠色殯葬。我覺得佢帶俾佢屋企人咧冇咁大個壓力。如果係同我哋啲同輩傾啦，或者係一啲移咗民嘅子女嗰啲同輩啦，你個反應係好接受㗎。我哋同啲同輩咧傾起呢個話題咧，以前咧講起咧個個都話大吉利是嘅，而家咧就好開明㗎啦，佢會同你高談闊論咯。同埋好多時而家啲人都係揾錢看咧。咁你即係我對住啲朋友就係，如果佢揾錢看，我就同佢講錢咯。即係綠色殯葬係好平㗎，原來可以話叫做係唔使錢添嘛。其實我覺得綠色殯葬仲有一樣就話網上嘅思念啦，佢能夠將先人嗰種咁嘅愛啊，俾後人咧可以從呢個網址上面咧去懷緬先人，佢不特止係可以令到後人咧係同先人咧做咗一個嘅互動嘅關係，互動嘅關係之中咧可以傳承下一代、下好幾代。身後事自己話事，而家有好多唔同渠道可以獲得綠色殯葬嘅資訊，例如綠色殯葬專題網站提供紀念花園撒灰、海上撒灰同埋無盡思念嘅實務資訊。其中紀念花園仲有短片同360度實景嘅虛擬導覽，就好似親臨現場參觀咁。另一個係身後事安排專題網站，列明咗後事安排嘅每一個步驟，鼓勵市民做好生前規劃。仲有就係人生學堂呢一類實體推廣活動，俾一家人一齊認識多啲綠色殯葬服務，生前同家人傾多啲，身後安排就妥當啲啦。我啲咁嘅年紀都識得上網啦，如果大家有時間嘅，就上呢個綠色殯葬嘅網站去睇睇啦。老人家如果想綠色殯葬嘅，就不妨同啲年青人去開心見誠講啦。